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这一集的单集，我是王俊杰。在5月11号的时候，我在那个台南的许石博物馆，我跟谢明佑黑哥，我两个在那做一场这个完全以台语老歌的演出。因为在许石博物馆，它就是5月到6月有一系列的这个演出在那边进行。然后呢，这个策展发想，这个发想其实是黑哥想出来的啦。那么就是全部都演绎不同的主题，然后唱很多的老歌。那像我跟黑哥这一 part 的主题啊，我们主要是以流浪为主，所以我们两个人选择了在台湾不断流浪的这些环境的歌曲。我们比如说从台南一路，然后流浪到台北，到基隆，那这一路发生的种种关于流浪的歌曲。那其实有一个结论，就是在过去的人们，从过去的音乐里面包含，就是尤其是台语歌，那些流浪的记忆，全部其实都在描述一件事，就是找机会。流浪的目的都是在找机会，比如古培新为流浪集，我那一天唱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年轻人他需要离开偏乡，然后到都市里面去找机会那很多那个城乡差异，尤其就是所有人似乎觉得只要往北就会有机会，所以真多广东什么流浪到台北最后的火车站等等，都是流浪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两个那一天就演绎了关于流浪的这些歌，然后全部都唱别人的歌，就是唱经典的知名的歌曲，没有一首是自己的歌，蛮开心的一场演出讲到流浪啊，就会想到校园民歌，在某一个年代，这个年代跨越的还蛮宽的可能3年级、4年级到6年级初的同学的朋友们，心中都会有一首自己的民歌就是很像台语歌，大概几乎只要你有听台语歌的人，连某一个也是横跨很多个世代，你心中都会有一首江蕙的歌一样那民歌在很多人心中有一个无法被取代的回忆，那么当中又有很多比赛，我就认识很多那个大学城比赛里面出来的朋友那像谢宇威啦那像我之前访问过几位歌手，那么然后呢，包含我曾经合作很久的好伙伴 Macy 都是曾经比过大学城。当然后来每一个人会发展不一样的自己的音乐创作或音乐的路线。那像那个谢宇威就是唱客家歌曲，我的好朋友 Macy 就唱了爵士乐那像之前我们还访问了曾明宏，也是做自己的创作。那他们当然有更多人可能各自去做了一些其他自己的工作，可是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呢，在事业有成以后，他们都会回头来继续唱歌，而且甚至于就让自己一圆歌手梦。为什么？因为这过程数十年间，他虽然在做很多自己的工作，但原来好多人都还在写歌。像我那天去参加陈小霞老师的演唱会，老翅膀然后还遇到了一位华航的机师，他到现在还在唱民歌，还在唱歌，然后甚至于还在创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某一个力量居然可以支持很多人，然后虽然不在这个产业里继续唱歌，继续跟音乐相处，甚至于还写歌，这个力量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今天在这一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要为你访问到的这一位呢，他很特别他也是事业有成，然后他
很年轻就到国外去发展。好，那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呢，他到现在也将近就退休了，然后让自己重新回来演唱他自己的歌曲《一元歌手梦》哦，《一元歌手梦》。然后重点是这样子的声音呢，还非常非常的好听，你会听不出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人的声音了吼，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呢，我要为你访问的这一位叫做邱群芳，你没有听过他没有关系，但他的声音你会觉得哇，就不简单呢。好，那他带来的他的新专辑叫做《浮光印记》，那我们来听群芳的访问。是群芳，邱群芳哦。那群芳，我先问你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你平常有在练唱歌这个行为吗？有是不是？好，我猜有。为什么？好，我必须说哈，因为群芳已经退休了，然后跟大家那个恶补一下，如果你听过大学城，你回算一下大学城参加过的人现在大概几岁？好，这样大家比较明白了哈。那等一下，当然你听到群芳的歌的时候啊，你会吓一跳，讲跟我一样，这跟我超过60岁，拍谁有哈？那所以我就一想，这没有练歌的人跟我说可以这样唱歌，我不相信。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问你说，你平常有在练歌的习惯，对不对？是，我很幸运，我一直都没有离开唱歌这件事情。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兴大学的合唱团，然后我甚至到了研究所，在中兴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去合唱团插花。哦，还是没有停。然后我去了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呢，我还是参加了我们华盛顿大学的音乐系的合唱团，那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合唱团，所以对我来讲，唱歌这件事情呢，我完全没有停过，而且我也在校外的华人一个非常活跃的当地西雅图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合唱团来跟他们一起配合。至于说到了工作以后可能就比较忙一点，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唱歌，非常喜欢自弹自唱。然后一直到了我在新加坡，我2013去了新加坡2年，然后2016又回去新加坡3年。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结识了一群很喜欢唱歌的朋友们。以前我们很喜欢去 KTV 里面唱歌，但是我觉得在 KTV 里面唱歌非常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啦，所以我就说，那我们何不组一个团，我们固定时间练习，然后固定时间或许我们可以表演。那表演呢，就是可以顺便募集一些基金，然后捐给慈善团体。所以在新加坡的期间，我们就办了2场慈善音乐会。然后到了2019、2020年，因为我眼睛的关系，眼睛有非常严重的问题，被诊断出来以后，我就提早退休了，我就回去美国洛杉矶。那在疫情期间，你哪儿都不能去，我就开始想说，我或许可以好好的练歌，那甚至开始写歌。我也开始找以前的朋友，因为以前在学校或者在工作的时候呢，都有好多朋友会联系我，群芳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可以聚一聚啊。我都说好，可是从来都没有实现这个诺言，因为爸爸妈妈那时候年纪大了，然后常常回来台湾的时候时间蛮短的，顶多就是1-2个星期，就要开始大部分时间都要陪爸爸妈妈，也不敢去外面乱跑去找朋友，所以一直都没有时间去找这些朋友。那疫情期间我就想，哇，我开始来找这些朋友好了。没想到找了2个朋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2个都英年早逝，对我来讲是非常一个震惊的一个经验。那疫情期间也看到那么多的人一下子就往生了，世界大乱，然后过了没1年多吧，又发生了乌俄战争，更多的人因为这样子妻离子散啊，家破人亡。那我就想到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跟我的好朋友曾明宏联络。事实上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就开始联络，或许我可以把我以前的作品再翻出来，然后呢整理一下，再发表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明宏在我出国念书之前就帮我制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当做我的告别的礼物。那些作品呢，放在仓库里面好几10年，
还好，因为洛杉矶呢天气很干燥，所以我们可以把磁带拿出来，结果那个音质都还保持得很好。所以是卡带，是还是卡带哦，所以你知道真的是知道我的年纪了。然后播放卡带的机器也还很好，那音质也很好。可是我觉得说，因为疫情，那找朋友的关系，感受到人事无常，然后又俄乌战争发生了以后，我觉得以前的作品很多作品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代表我的心境，所以我就重新开始写。除了写一首纪念，终点也是原点，纪念我这2位英年早逝的朋友呢，我陆陆续续也创作了比较多的新的作品。所以那段期间呢，除了创作以外，就是辛苦的在练歌，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年初就找到了王海玲姐，一个非常棒的歌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她愿意接我的案子，帮我制作一张专辑，所以我就在她的指导之下呢，更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去好好的唱歌，怎么去好好的利用一些技巧，因为毕竟我以前唱歌的方法是合唱团的唱法，那要发专辑呢是我一个人，所以很多的唱法都不需要改变，因为那种很用力啊，那种很美声的唱法，或许我是稍微再拉下来一点点，然后一些技巧，比如说我的脸部的表情啊，然后我的咬字啊，所以很多技巧都是海玲姐在疫情期间呢教给我的。所以刚俊杰说我是不是一直还有在唱歌？是我唱歌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真的拜师，好好的学怎么去唱流行歌曲，是真的是碰到海玲姐这么好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真的要非常的佩服你，你知道吗？因为合唱团，好，我们现在知道了哈，就是你一路走来，很多时候是在合唱团里面。是。那合唱团的唱法会把声音送得很远、很大声的那一种哈。但是你居然可以转换得那么好，等一下我们让大家听你就知道哈。我先说一个例子，就是说不要这个都不用骗人哈。人大概过了50岁以后啊，声音会慢慢的变比较闷嘛，然后音色的清亮度也会变低。那更不用讲那个高音还很多哈。但是呢，我们群芳实在厉害的程度是什么？我有吓到，我一听，第一个声音的亮度这么够，第二个高音很好听，还有真假音的变换如此的自由，我就想说，这没有在练歌怎么可能？那但是因为就是除非职业歌手，不然很多人其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练歌嘛，而且你之前的工作其实是忙碌的，很忙碌。对，那讲到这里，我们让大家听一首歌，再来聊天好不好？那你会想要让大家听哪一首歌？那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降落伞》好了。《降落伞》这首歌呢，是我在跟郑明宏决定主持 Podcast 以后呢，写的一首主题曲。因为疫情期间你哪都不能去，那我们想说，就用 Podcast 来分享我们的生活，跟大家分享我们对大家的思念。那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想象，我哪都不能去，那朋友在世界各地，我怎么去见他们呢？我就让思念跟我的对他们的爱带我去飞吧，尽量去飞，勇敢的去飞，飞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去探望我的朋友们，去看看他们是不是仍然过着他们幸福的生活。那我们先听歌，再继续聊天。浪漫自由的思念，俯瞰彼此内内温柔的心田，慢慢拓展闪亮辽阔的视野，轻轻歌咏生命真诚的礼赞，带着梦，乘着爱，翻过山，越过海。虽然再高再远，也会有停泊的时候。希望可以无所畏惧，平安降落到那个有你静静守候幸福的港口。 Welcome to our parachute
hard to do, severing each other's solitude. Life is like the morning dew. Fly,所以你跟郑明宏两个人在主持 Podcast 的时候啊，那时候你不在台湾嘛，对不对？不在，所以你们两个是透过线上。是我们是用 LINE 连线。明宏剪得很辛苦，因为我毕竟在美国，住了那么久，住了30几年，也包括新加坡，所以讲中文的那个频率没那么高，所以我常常会结巴，因为太久没用。是的，事实上你现在听我讲话，可能我还是有点结巴。因为现在还好现在还好吗？谢谢你。可能是因为最近比较上频繁上广播节目，所以练得比较频繁，所以我常常会结巴。那明宏他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他每一集录制完了以后，他要花大概2-3倍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剪。我很多结巴的地方，他要把我剪掉。他很怕听众们会觉得很厌烦。不会，你现在讲得很好，谢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张专辑的名称给大家，《浮光印记》。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觉得悲欢离合还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呢，就不过是我们生命河流上的一些浮光掠影。那我们如何要用我们比较敏感的心去把这些事情萃取起来，然后可以把它化成一首一首歌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觉得人生无常，那我希望说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正能量跟美好的事情。那这一张专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那个王继康季康是台湾很棒的编曲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听到那个降落伞这一首歌的时候啊，一开始听其实还有点像福音歌曲，你知道吗？而且加上你那个，因为你的声音真的很干净啊，然后加上你这个很干净的声音啊，就是一乍听之下还觉得蛮像福音歌曲。所以降落伞也是你过去的作品，并不是近几年写的吗？降落伞是在2021年的时候写的作品。哦，是那时候因为真的是心情蛮纯净的，因为你疫情期间哪都不能去，就关在家里面。那经过那么多的人事的无常，我是觉得说，哇，我一定要用一种比较怎么讲，自在然后温暖的方式来传递我对大家的思念跟爱。所以我写的时候呢，也是抱着那种观念。在资料里面有一段很有趣，就是说你疫情开始的时候，你就被召回美国去嘛，然后一到美国呢，你就被带到一个森林里面，先自主管理7天。我很好奇，为什么是森林呢？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刚开始也没有什么疫苗，也没有药去治疗，所以大家一听到从外国回来的人呢，都唯恐避之而不及。所以我的朋友就到处问，哇，全芳要回来了，因为我们原来的家呢租给我们的好朋友一家人，那一家人他们虽然买了房子还不能搬出去，所以我暂时也不能回去那里。那问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说，哎，好像不方便你来耶。所以最后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啊，太棒了，我舅舅刚好在森林里面呢有一个木屋，没人住，那他说他很欢迎我们去那边住。所以我的朋友呢就在我下飞机没多久就把我载到那里去。其实那边离西雅图的机场大概1-2个小时哦，是真的就是一个国家保育的森林区，旁边真的是没有人的。然后我们就在那森林里面待了2个礼拜。所以不止你一个人，对不对？是我的朋友陪我去，不然我在那边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说开车嘛。那买东西的话，一定都要开车到蛮远的地方去买。所以他还要出来买东西。是的。然后每天在那边煮东西。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等于像是闭关一样，真的是闭关。但这个闭关正好给了你一个转捩点，就是如果没有这一个闭关的话，就没有这一张专辑。是的，其实我在闭关的期间闷了第7天了，我开始想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因为退休了，那我虽然还有很多的功夫，就是职场上的功夫可以用，那我也不愿意说再重新回到全职的工作，除非是那个单位可以说，哇，因为你的眼睛不好，我们可以配合你的眼睛的状况调整你的工作。我觉得很难呐，非常的可遇不可求。所以我想说，如果真的要工作，我工作一点点的时间就好，那剩下的时间我必须要追求我喜欢的嗜好。因为虽然是很难过，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让我再重新前进。那大家那时候也是有点慌乱，我该用什么方法？不只是把我的一些悲伤的情绪啊、沮丧啊，把它调整过来，也要去安慰别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需要安慰。那个时候，那或许重新把我喜爱的音乐拿出来，然后呢再继续创作，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个管道。于是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谢谢这闭关啊。那这一张专辑里面有几首歌是后来这几年写的？有7首歌是完全新的，然后大概有一首是以前的曲，但是我把词全部都改了，因为心境不一样了。我觉得说以前写的曲可能就比较没那么沉稳，所以我把那个曲也改掉了。那有另外2首歌，其中一首歌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在参加完大学城第6届以后，去参加了另外一个比赛，那个比赛是楚原大哥跟夏春勇大哥举办的回旋之星。我跟我很好的学妹丁玉洁一起去参加比赛，我们那首歌叫《3月春天不下雨》，那首歌得了第4名。但是所以3月春天不下雨是之前的作品。是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一首歌，真的。对1989年的作品。那时候因为合集里面没有收录这首歌，所以这首歌一直都压在仓库里面。
我在仓库里面翻出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惊艳。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是玉洁跟我2个二重唱，那玉洁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她是一个非常棒的女高音。那我想说，哇，这么纯净、那么干净的感觉，已经很难再找到。所以明宏一直鼓励我说，哇，你如果在出专辑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首歌放进去。所以这个歌词也是沿用之前的。是的，这首歌的歌词只改了2个字。我有一段说，火车到了，原来是说城市到了，城市到了。那海玲姐说，城市好像比较笼统一点，你不如说就终点吧。所以我们把城市改成终，就变成是终点到了，终点到了。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我们再继续聊天。歌名再跟大家说一次：3月春天不下雨。感情是这个雨伞带不走的行李，和你一起留在月台角落哭泣。谁说3月的春天从不下雨？火车开了，火车开了，看不见窗外的阳光多么亮丽。不知道沉沉续去已经多少世纪，感觉脸庞残留街道风干累积。谁说路上的故事总没结局？终点到了，终点到了，试着把心痛的记忆也留在纸箱里。别说东方的古典细腻，又是西方的浪漫旅程。我不是说爱就爱的人，可懂过客的生活这里，拒绝在心底沉淀悲喜。你是此生最无奈的魄力。不知道沉沉睡去已经多少世纪，感觉脸庞残留街道风干累积。谁说路上的故事总没结局？终点到了，终点到了，试着把心痛的记忆也留在纸箱里。别说东方的古典细腻，又是西方的浪漫旅程。我不是说爱就爱的人，可懂过客的生活这里，拒绝在心底沉淀悲喜。你是此生最无奈的魄力。别说东方的古典细腻，又是西方的浪漫旅程。我不是说爱就爱的人，可懂过客的生活这里，拒绝在心底沉淀悲喜。
2019年的时候，群芳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让群芳选择退休吼，就是群芳的视力开始有了变化，于是群芳变成了视障型同学，然后一路上到现在也很多年的时间了，那视力当然也是经历很多的变化，包含生活也经历很多的变化。我们在上一段群芳有讲到，已经略跟大家提了一个前言，提一个梗，就在想那自己接下来可以做什么等等哈。在我们聊群芳的视力之前，可以让大家知道你在还没有退休之前你的工作是什么吗？我是从事医药经济学的工作，听起来可能大家不熟悉。简单的说，就是我一直在医药界工作。我的3个工作都是在医药经济学有关的公司。第一个是顾问公司，第二个是全世界最大的生技公司，第3个是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医药器材公司，叫做交生或强生，在很多地方叫强生，在台湾是叫交生。交生的产品很多，对，是的。那我在交生大概是9年的时间。那我的工作的话，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收集我们在临床实验上面病人对我们新药的一些效果、一些反馈，对反馈，然后呢，包括成本的分析也必须要有，所以我们必须要证明跟我们的买方有很多，包括政府的健保单位，然后包含一些美国的一些医疗机构，那甚至一些私人的自付的一些病人，那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这个新药呢跟旧药来讲有什么比较好的成果，然后呢，成本上面呢，是不是值得他们去考量、去投资？但是后来选择退休，其实是跟你的视力产生的变化有关系，而且到那一刻你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你们一家族的一个故事。我们来聊这个可以吗？我在2019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一觉醒来，发现我的眼睛有一些黑点跟漂浮物，我马上去看了医生。那医生叫我去做视野检查，也做了一些眼睛的扫描。他干了第一次的检查报告以后，他说：“邱先生，我麻烦你再回去做一次。”那我就觉得很纳闷，他为什么要叫我再重新做一次检查？那不是要多花一份钱吗？因为那在新加坡嘛，你每做一次检查就要花钱。但是他就说你回去再做一次。结果做完了以后，他看了2份报告，他就很严肃的告诉我说：“邱先生，你已经是重度残障了。”那我说怎么可能？我很注重我的健康，我不抽烟，我不喝酒，不熬夜，那我有固定在运动。那他说今天是因为你的眼睛出现的浮点救了你。其实你的眼睛浮点呢是老化的现象，但是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有很严重的青光眼，你的视野两边2个眼睛呢都已经缺损了大概50%。最重要的是你的视神经萎缩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你的视网膜呢也变得很薄。你如果说再继续从事那些激烈的运动的时候，你的眼睛快速拉扯，你可能就是因为拉扯到你的视网膜完全剥落，你就会完全失明。所以他说你必须要开始要调整你的步调，甚至你可能要跟公司说你的工作的情况也可能要稍微要调整一下。那我不相信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马上就回到高雄去长庚医院再做检查。那长庚医院的医生呢，也是叫我做同样的检测，做完了以后，他也跟我讲说：“邱先生，你就是重度残障。”我说：“拜托，怎么可能？我真的不能接受。”他说：“真的就是这样子。”他说：“因为你的视野损失太大了，没办法，而且你的视神经萎缩很严重。”那他说：“你就要开始点药水。”那我会建议你开始插管。那当我告诉我的家人这些讯息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说，我妹妹、我4姐已经有青光眼，很严重的青光眼。那我妈妈也有青光眼，然后我阿姨那边有青光眼，甚至我爸爸40岁有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也是因为青光眼。我都吓一跳，因为我一直以为我爸爸眼睛失明是因为白内障，我不知道说是因为我那是青光眼，而且我两边。我爸爸妈妈两边都有很严重的青光眼的家族史。那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是因为如果说你家里有家族史，青光眼家族史，而且你本身又是超过600度的近视的话，你就是属于高危险群。是，那我以前都不晓得有这些观念，因为我做过雷射手术，我有很严重的近视，但是我做过
近视雷射手术，所以在医生帮我做每年固定的眼压测验的时候，他问我说：“全芳，你有没有手术过？”我都说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说雷射近视手术也是一种手术。那他问我说：“你有没有家族史？”我也跟他说没有，我完全不知道说这个家族史是对青光眼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我错过了这2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危险因素。那等到诊断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太慢了。那除了青光眼以外，我一直到了2020年回到美国去以后，退休完了回到美国去以后，接受另外一个非常专业的、非常资深的，算是洛杉矶最资深的一个眼睛手术医生。他看了我的情况，他说：“我觉得你的眼睛怎么可能那么年轻，会在一年之中呢退化那么多？”然后他觉得说一定有别的因素。所以他说他先叫我做雷射手术，去把眼压降下来。然后我回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想到你可能有一个问题，你可能除了青光眼，你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叫做巨细胞颞动脉炎。”他说：“对，很少像你这么年轻的亚洲男性，因为那时候我才50几岁而已。他说很少有这么年轻的亚洲男性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很不幸的，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加上重度的青光眼，让你的视神经在1年之内完全这么快的萎缩到这么差的一个程度。结果一检查之下，还真的被他料中。是的，结果他叫我说，你赶快去找风湿科的医生，你赶快去找脑神经科医生，你赶快去找心血管科医生。没有看过这3科医生呢，你不要再回来看我了，没有用，你必须要去找他们。所以我看完了每一个医生都跟我说，对，你就是很明显的有巨细胞颞动脉炎的症状，所以你应该要马上接受治疗。所以他们马上就让我吃了1年的类固醇，把那个问题压下去。那在那之后呢，我的视力的退化的速度就已经是慢慢的稳定下来了。当然我还是固定的点眼药水，我甚至有一阵子是点4种不同的药水。让我们知道一下你现在的视力状态。我现在的视力状态的话已经比较稳定，但是呢我晚上是非常糟糕。晚上的话我几乎是很少一个人会出去陌生的地方，如果有陌生的地方的话，我几乎一定要有人陪我去，因为你的视野会对，我的视野很狭窄，所以我旁边的人过来我身边，甚至我如果走路快一点的，很容易就撞到别人。然后高低起伏那个落差呢，高低差，对，高低差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但这些生命经历当回到在录音室唱歌的时候，大概也会产生很多有趣的化学变化。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歌曲是你会很有感受的，想推荐给大家？其实我在进录音室的时候，我觉得因为视力有问题了嘛，我觉得好像是上帝开启了我另外一扇窗。因为我视力不好，我看谱看词什么也都蛮吃力的，所以一定要很用力很努力的先去练习它，甚至要把它背下来。是的，甚至要背它。那我在写歌也是一样，我没有办法说像以前可以花很多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然后一个音一个音去把谱写下来，我都要死背的，死背把音背下来，把和弦背下来。那我在进录音室的时候呢，对我来讲这些功课对我帮助蛮大的，我可以很专心的去听旋律，然后呢尽量的去想象我在歌写的东西，然后想着海玲姐要我做到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我想跟大家介绍这首叫做《纪念终点也是原点》，因为在这首歌你们可以听到我用了很多不同的表情跟技巧，而且那个高音还有那个气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我们来听歌再聊天。谢谢。开始领略太多很难兑现的诺言，妄想收回只字片语潦草的道歉，不完心也仍有络绎不绝的纪念，遗憾后知后觉，匆匆流逝了华年，盼望痛能医了解
观，放下了，超脱了，自在了，轻松了，安详喜乐，可以袖手旁观，红尘真假的牵绊。仿佛试探醒来的底线，勇敢面对忽明忽灭孤单的考验，荣耀和欢笑化作春雨洒落在思念，终点也是原点平静从容说再见，盼望痛能以了解如烟消云散，趁着爱抹去未来无界无边，放下了，超脱了，自在了，轻松了，安详喜乐，可以袖手旁观，放下了，超脱了，自在了，轻松了，安详喜乐，可以袖手旁观，红尘真假的牵绊。明宏推荐的时候，当然第一时间还没有听歌就先说好，是因为明宏说的我们一定要说好，但一听歌下去就觉得一定要好，一定要来访问吼。怎么会和海玲姐的缘分是什么？为什么会最后是海玲姐来担任制作？是明宏是台照美姐的粉丝俱乐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吧，大概是头号粉丝吧。那他有在一次的聚会就跟小梅姐提到，群芳一直想要再做一张专辑，然后一直在寻找好的制作人跟团队。那小梅姐一听就说：“啊，我帮你，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帮你介绍。”海梅姐真的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位大姐，她隔没2天就跟明宏说：“我帮你约好了，我带你去见王海玲姐。然后呢，你带群芳的作品去。结果没几天就敲好时间。那明宏就跟我分享这个很非常令我振奋的讯息，因为我一直是海玲姐的粉丝，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季康老师的编曲。那知道说透过海玲姐可以找到季康老师帮我们忙，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说这个机会可以谈成。
那明宏在海玲姐的引荐之下见了海玲姐，海玲姐听了我的无色的角色，那时候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demo， 那 demo 写的非常的，唱的也非常的简单，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词，那首歌的词，还有我的很纯粹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跟明宏说，我有一个很纯粹的想法，就是我要散播正能量，然后要分享对大家的抚慰人心的一个想法。如果我有任何的版税，我想捐出去帮助需要的人。当然明宏一开始笑我说，你不要跟人家这样讲了，大家会笑你，因为现在卖唱片的话是赚不了什么钱的，收不了什么钱，你还是先不要讲好了。但是我那时候还是跟海玲姐间断的讲了好几次，那海玲姐收到这个讯息，她也是觉得很感动，所以她马上就同意接我的案子。但是海玲姐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跟歌手，她就跟我很坦白的说，哇，群芳，我一般训练素人歌手的话呢，在没有让他们唱过一首歌500次600次之前呢，我是不会让他们进录音室的。那我说海玲姐没有关系，我现在都是好学生，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她说没有关系啊，因为你还有一些基础，我觉得你大概就是200次300次吧，或许就够了。那我说好吧，那我们就是试看看好了。所以会找到海玲姐，真的就是因为透过明宏跟小梅姐的帮忙，然后也感谢老天爷的帮忙吧，才有了这个机缘。不过经由因为5、6年来视力产生了变化嘛，其实那个心情还有很多感官，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那我相信，因为视力不再能让你那么依赖的时候，你其他的感官打开的时候，我觉得你面对你所创作的作品，或你在录音室唱歌的过程的心情，一定也会很不一样。是，哇，真的，我当然刚开始视力发生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很沮丧的时候，是在我写谱的时候，我以为写谱很轻松，可是没有想到是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呢，在我写完一首歌，我真的要把它写在谱上的时候，我要花很久的时间，大概2-3倍的时间吧，而且问题最大是很累。写到后来，我都觉得说我眼睛已经很模糊，但是我没办法，已经写到快写完了，我就撑下去吧。但真的写完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所以那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然后我后来写歌，我几乎都是要用10倍。那明宏就说或是甚至海玲就问我说，群芳你有没有谱？常常我都跟他们讲说，我是用10倍的耶，我是真的是用10倍的去把这个东西录起来，录在还是用手机录啦，录完了以后呢，再传给他们，然后他们还是希望说我尽量说可以把一些重要的一些音记下来啦。但是海玲姐对我真的非常好，她听到我这个情况呢，她是一直听我的 demo， 然后呢一个音把我写下来，那真的让我很感动。那对我来讲的话，这些经验都是促使我说，我必须要真的不能一直在依赖视力了，我必须要用别的我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本能呢，来尽量的去做音乐比如说呢，我可能以前比较会想说我要去依赖我的词看着简谱一直去唱歌什么的，我现在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尽量的去背它。那背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更享受我在曲里面我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我觉得心境上的转变很重要，我不能一直在想说在自怨自艾，因为说眼睛的问题，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疫情嘛，一下子那么多人过世了以后，然后又接下来就是乌俄战争，我觉得说我的眼睛的问题跟他们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就已经就告别我们那种悲剧或者呢惨况呢，没有像我的那么严重不比我的还要严重。我自己已经是够幸运了，所以我一定要转念，所以我变得比较正向。我以前呢会有很多的烦恼，我常常会在乎说我这个事情做不好，然后呢我让谁失望，然后我还要追求什么东西，很多的梦想。
到了眼睛的问题、疫情的问题、乌俄战争，很多的人是无常啊，然后甚至找到我的朋友的时候，都发现他们已经不在的时候，我想说，哇，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我不要再为这些被很多的事情、一些名利的事情，然后呢，很多的想法去牵绊，我就自在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呢，尽量的去把我的爱跟关怀呢，跟我身边的人分享。希望说我们的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这是一张想要传播温暖、传播感动，然后就像群芳讲的一样，想要散播正能量给大家的专辑。然后当中所以你听到群芳的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对，这个声音里面其实是非常干净，而且充满了正能量，就是我不想带给别人负面的讯息的一张专辑。然后风潮发行是，然后也有数位发行的，也有嘛，实体专辑数位发行。然后跟大家说，我的签唱会在诚品松烟是在5月17号晚上8点到9点。如果朋友大家有空的时候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见面，然后呢听我现场演唱我这些作品。然后同时群芳你也有自己的社群。我要跟大家说，我没有自己的 Facebook， 因为我对这些技术上面的东西呢，一直都没有很多的琢磨，所以我不太会用 Facebook。事实上，那我通常跟大家联系的是用 Line 啊、WhatsApp 啊，这些都是用传讯息的东西。所以如果听到你的歌想回馈你，就干脆到松烟来见你了。可以，或者说你们可以联络那个我的好朋友明宏呢，他常常会po我们的讯息，他在 Facebook 上面有他自己的专页。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分享我专辑的讯息在 Facebook 上面。对，是。然后蜂巢，我们的蜂巢上面也有一些官网，有一些资讯网。你们如果说希望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呢，也欢迎呢在那边传递你们的一些想法跟建议。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喜欢听到群芳的歌，你也可以直接在我的粉专上面就把讯息留给我，然后你也可以分享，或者你可以加入曾明宏的脸书他的粉专，你也可以分享让明宏看得见然后我们就会告诉群芳这样子。太感谢了。我们要让大家再认识一下我们的专辑名称是浮光印记。浮光印记，然后这当中每一首歌都很温暖，然后季康的编曲真的是很好听。谢谢。对，然后还有重点就是你的声音好好听。谢谢俊杰给我这个机会，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跟专辑。然后其实你还有很多歌可以慢慢跟大家分享期待未来你慢慢的把你的作品跟大家分享。谢谢。好加油谢谢你。还期待你赶快学会很多个工具，让你可以做起音乐来更加的顺利。谢谢俊杰。谢谢。难以想象辽阔的太平洋，曾让我们几乎200居上。感恩他总是陪在身旁，平复思绪，汹涌摆荡。当夜幕一降，要走向有光的地方，是星星和月亮，或你轻易预测的日常。偶尔有些望，想停在安静的地方，是梦境的门望，或你遥不可及的胸膛。如影随形，无药可亲，相互认知的时长。各自取舍，各自解读现实生活的摩擦。怎共抛弃武装，接受了反差，打开心房，好好去归纳，才能全身而退，逃脱反复，才记
的流沙，神魂颠倒，令人混淆，精神躯体的时差。各自寂寞，各自奈何，感情渐渐地升华。谁先甘愿翻新原本的计划？拥抱无从抗拒的变化，才能看清真爱没固定的模式和代价。当夜幕一降，要走向有光的地方，是星星和月亮，或你轻易预测的日常。偶尔有些慌，想停在安静的地方，是梦境的漫画，不可及的胸膛，如影随形，无药可行，相互认知的时差，比各自取舍，各自解读现实生活的摩擦。怎懂抛弃武装，接受了反差，打开心房，好好去归而退，逃脱反复猜忌的流沙，神魂颠倒，令人混淆，精神躯体的时差。各自寂寞，各自奈何，感情渐渐地升华。谁先甘愿翻新原本的计划？拥抱无从抗拒的变化，才能看清真爱没固定的模式和代价。何苦挣扎？要学会放下，不被任何理由在勒索绑架。